劉備去到荊州之前，喺與各路諸侯嘅征戰中屢次失敗，佢從失敗中總結經驗，認為係冇得到有才能嘅人輔助自己。見到咗名士徐庶之後，劉備對佢好器重。徐庶見劉備愛才，就對佢講：此地有位諸葛亮，有臥龍之稱，將軍願意見佢嗎？諸葛亮字孔明，三國時期大政治家、大軍事家，人稱臥龍先生。劉備話：你可以約佢一齊嚟見我。徐庶話：臥龍先生乃大才之人，只可前去拜見，不可驅使佢前嚟。將軍如果有意，就應該親自前去拜訪。於是劉備就同關羽、張飛帶住禮物去到隆中臥龍崗去請諸葛亮出嚟幫助佢做事。咁啱諸葛亮呢一日出咗去，劉備只好失望咁返去啦。冇幾耐，劉備又同關羽、張飛冒住大風雪第二次去請，點知諸葛亮又出咗外閒遊，劉備只好留低封信，表達咗自己對諸葛亮嘅敬佩之情，同請佢出嚟幫助自己嘅意思。過咗一啲時候，劉備食咗3日素，第3次又去訪諸葛亮。去到嘅時候，諸葛亮正喺度瞓覺，劉備唔敢驚動佢，一直企到諸葛亮自己瞓醒。諸葛亮被劉備嘅愛才之心所感動，當即獻上咗有名嘅隆中對策。諸葛亮向劉備提出東聯孫吳、西拒荊益、南和儀越、北抗曹操嘅統一全國嘅方略。諸葛亮暢談咗將來天下三足鼎立嘅形勢，建議劉備乘機奪取荊州、益州，以此二地為基業，佔據險要地勢，然後與江東孫權結好，同西南少數民族融洽相處，喺國內修明法度，整頓軍隊，發展生產，廣積糧草，充實地方實力，靜觀時局變幻。一旦時機成熟，馬上向北抗擊曹操，統一全國，完成霸業。呢個就係著名嘅隆中對。劉備聞言大喜，於是請諸葛亮出山輔助自己。從此，劉備十分之看重諸葛亮，而諸葛亮亦都為劉備鞠躬盡瘁。諸葛亮成為劉備集團中舉足輕重嘅人物，為蜀政權立下咗汗馬功勞。而隆中對亦都就成為咗指導劉備集團鬥爭嘅綱領。公元212年，諸葛亮助劉備佔據益州，終成劉、孫、曹三足鼎立局面。呢個就係後人所講嘅未出茅廬三分天下。